好多人都記得 A 計劃續集呢個經典場面，覺得咧佢好刺激，成龍好搏命，同埋個鏡頭好有創意。不過其實早喺100年之前，電影史上面就已經有一個更加瘋狂同刺激嘅版本，而主角就係 Buster Keaton 冷面笑匠畢士達基頓。畢士達基頓喺上世紀嘅20年代，同查理卓別靈以及神經六夏盧埃並稱為默片喜劇三大天王。基頓最出名嘅一個場面呢，係嚟自1928年嘅電影《Steamboat Bill Jr.》周身機器，一整面2層高嘅屋牆呢，忽然之間倒塌，而基頓呢只係企喺原地啫，牆上面嘅窗戶啱啱好就罩住佢。如果位置錯幾寸啊，佢就會俾成面屋牆壓死噶啦。其實成龍好多動作場面都可以見到基頓嘅影子，而基頓嘅動作都係冇替身，自己做，好多時候都係一剔過嘅喎。唔單止咁啊，基頓嗰種充滿創意嘅動作設計，亦都啟發咗後來好多荷里活明星。其實基頓嘅身手咧，唔係拍電影嗰陣先學識嘅，佢由細個開始已經喺類似馬戲團嘅舞台上面表演，3歲咧就登台。佢阿爸甚至會將佢成個人拋嚟拋去，所以跌翻摔拋對佢嚟講咧，幾乎就係本能。佢好早識得將馬戲團嘅雜耍同危險動作融入電影度拍攝，可以講佢就係喜劇動作電影嘅祖師爺。到咗今時今日，當你再睇其他動作電影，你會發現畢士達基頓從來冇離開過。